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路愈大，路愈行愈宽，心愈来愈寒。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伤拖磨。只要你做伴，阮已经对到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疼。小啊啦！咦，奇怪，啊目睭拢睏起来，拢无看到人啊！李婉仪啊，小啊啦！奇怪，哎，哎呦喂，小勇，等你，小勇，哎，你哪来这？对啊，你正勇啊，恁两个，你别烦恼，我照抓，我绝对袂甲恁讲出去啦。小我啦，小我，小我啦，小我啦，小我啦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李阿姨啊，小我啦伊。有啦，吼，拄则吼，李婉仪啊吼，看甲一清二楚，为了啊走出去，啊无要紧啦，哈。无啦，你即个，我好心无离真。我知咯，你真好心啦，都甲你讲无要紧，你太安尼，对不对？无啦，这场啊，莫遐济啦，代志都发生啊，对不对？吼，无要紧啦。哎，叫一个媒人来讲亲情，哈。啥物啊？叫人来讲亲情。小婉啊，开门啦！开门啦，小婉啊！啊，头关伫咧房间底，就看到解决代志小啦！开门啦！啊，有话要问你啦。妈，我人足忝，想要困者，你莫甲我吵啦。唉，想袂到吼，这阿tài吼骹手搁遮紧哦。啊，恁两个这种代志是发生偌久啊啦？哈？妈，我拜托你莫后白讲了。这件代志甲代志一点关系都无啦，你莫逐摆咧细细念啦。啥啦？啥物我咧细细念？咧胡皮讲，你咧胡皮讲啦？你咧骗笑的！来，起来！起来！唉，小婉呐，阿母吼本来就同意恁两个人做伙啊，靠啥物好伤心的啦？哈，啊，就靠呢。阿tài啊，这暗头啊是对你安怎哟？啊，无你哪安尼他门散夜，野衫裤也穿无好势，就装出来。啊，你是咧变啥某？紧甲阿母讲啦，哈！啊是安怎？啊，着阿呆误会我误会阿呆。啊，我一个起身电话，我准备甲扒落去啦。啥？啊，安尼就咧哭啊？哈！啊，这是也有够无聊的呢。讲甲你这查某囡仔正经的，咱做公做妈吼，毋是家己好男山，莫安尼顶下当就甲我哭哈。啊你啦，哈，衫裤吼，查某囡仔人穿好好势，你甲看安尼溜啊，这溜也毋溜啦哈。穿好好哈，啊若无吼会去用误会啦。
有够冤枉的，啊，我都有够衰啦。啊，我开车吼，载阿阮仔甲遐囡仔转去厝的啦。啊，阮仔是讲吼，无你叫小阮来厝啦。啊，我去找伊的时阵吼，无伫的啦。啊，美婉伊也甲讲吼，伊可能伫迄个水果园的寮啊。我去寮啊找伊的时阵吼，拄看到迄个正阳哦，拄等寮啊冲出来啦。啊兄，啊你敢有看到小婉？有啊，我讲吼，小阮也伫内底咧哭，你知无？啊伊是咧哭啥？啊，就哭讲吼，我看吼，一定迄个正阳吼，对这小阮也乌白来啊。但是我伫小阮面头前，我有甲伊手抓呢。我讲吼，你甲正阳的代志哦，我绝对袂甲你讲出去，无我甲讲出来，害着小阮啦，对无？我知。后尾啊，今日你是我的小妹，我怎有坦白甲你讲呢？后尾啊，你若看到迄个正阳哦，你着爱小心哦。哎兄，我知啦，无怪伊最近就拢无爱插我，原来是另外有目标。我绝对袂放伊煞。哇，后尾啊，你是要安怎样？我甲你讲吼，迄美婉伊也咧误会讲啥物，我对小婉来得乌白来哦。袂啦，阿兄，小婉一定会向因阿母吼解释清楚的啦。我嘛相信伊袂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。这吼完全拢是打正向引起的。车啥我甲皮到你啦。你来话题吼，就表示讲哦，你阁有救的。是毋是吼？人无爱啦，啊你吼用要共处落去，啊去用要甲安尼对毋对？讲啥话啊？正阳啊，你是毋是去互迄阿花甲你要的？阿花，伊也敢假叫，伊若假叫，我著甲拍落去，甲插落去哦。你敢有这个胆量？我都叫来试看，我讲。有影。唉。这样你好。好了，当然嘛是好。也毋过吼，有人会毋好哦。你先坐一下，我来甲你添茶哈。免啦，我等下要来转啊。哎哟，家己的人无要紧啦，免客气啦。多谢啦。袂啦。啊，你来是要创啥？啊，就听讲你受伤啊，啊，要跟过来看你啦。有影，嘿啊多谢你啊。你看，这食的吼，无你看啦。哎呦喂！我甲你讲吼，你甲我较注意的啊，你叫是阮查囡仔好欺负哦。我只是出一口气尔。你对小婉的代志吼，若讲出去吼，你若别兄弟就免做啊啦。你，哎，啊，叫姊也歹势吼。哎呀，袂啦袂啦，哪会歹势啦？你哦，去遮一查某人出一口气呢。讲啥话你啊？哈。好啦，啊我会先来转啊啦。你歹坐坐哦。无啦无啦。啊，兄弟你转啊？哟，后尾你也来啊？嘿啊，啊我有代志我先来转啊。安尼啊，啊嘿你慢慢行。好。好。好。阿爸，当你是因完全覆甲规面啦。哎呦，煞毋知影哦，伊吼食鸡卵搁食甲无舒适啦，啊食甲规面你也看。哎呦，你后要清楚，你问伊就好啦，我无用啊。是啊，小婉哦，人送鸡卵我食，哎，阿花哦出去食做，毋知母甲你哦。我就讲吼，你规期交小婉啊，莫交国花啊，你着毋听，啊，即摆变甲安尼啦。我要去教伊，敢要互我教是毋是？哈，叫你莫交国花啊，你着毋听，啊，母甲安尼啦。马仔，我要去大教，我要教教阿玲，我一定要甲捉着伊。这片山坡地冻土的工程，咱会特别加强。咱先伫这几位定位正康，利用高压将水泥墙灌水管灌来去。总经理，尹小姐来啊。哪里？老早吼。曾部长，你的观点真完整，这份工程就交你专项去处理，有问题咱再搁研究。你生意无用。好，多谢总经理。哪里？遮济啦。
遮尔早就这样无闲，安怎有叫要你无？无要紧啦，我代志拢已经处理好啊。来，陪我来食一菜。我已经食过安尼。你来和我去食啦，谁叫你捌我？我看你应该带一个某好好照顾你哦。我已经有目标啊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今日有这样水的小姐做伴，我感觉这顿早饭特别丰富，特别好食。莫搁再想我的气就好啊。生气当然嘛是爱生气，我拢嘛是为着恁。也毋过这招敢若无啥物效果咧。你最近捌听人讲啥？我有去因厝看因妈妈，也毋过无甲伊讲啥物话。等我台北工程交代好了后，我要落去家己一撮，你要去创啥？找陈建芬啊，不一定我会爱着伊，带伊做某。我安尼做拢嘛是为着恁。讲实在，我希望你甲天林会当结婚。只要我会当破坏陈建芬甲天林的来往，恁应该会当斗阵。是若真感谢你的好意。也毋过你袂了解，伊陈政府会讲这款话，伊实在足有自信的，所以你的条件袂歹。我是安尼讲啦，当然我会看事办事。我既然答应要甲你斗相共，不管啥物办法，我拢会认真去做。你放心啦，我袂伤害陈建芬。天年人换做是你，我都袂爱甲遮尔痛苦啊。天林是一个好人，是较固执尔，你对伊要有信心。耀明，祝好你找到一个某，一个好的家哦。来，小婉，我想要来你台北一撮，马上就倒转来。遐个囡仔真麻烦你，我若去看阿吉啦，可能会阁加大一工。你做你安心啊去啦。对啦，是讲你去台北是要去找你先生是？是啦，我是听阿某讲，伊为着我牺牲遮尔济，我伫迄连续上吼嘛足袂当过，所以讲我想要来去因兜一撮。安尼哦。好啦，你还是去一撮较好啦。这边去哦，你要加算几工啊，较袂吼，逐工坐喺遮咧烦恼。对啦，你敢知影你先生伊台北是住倒位？我会去问阿某啊。祝你一路顺风。谢谢你。你身体唔好，莫出来，爱加休困，加困饱，出来我会整你啊。免啦，你直直体直直倒，骨头嘛会缩起。无我今日去带你来去医生看医。何先生看嘛都爱开钱，但你即马有无头路，为倒摕钱？哈？如果要去庄家，要去做工，你就做你去啊，你免管我，我嘛袂枵死。我暂时袂得去啦。暂时，暂时，安尼你嘛用你暂时去机灵公司去食头路，咱就有钱啊！啊，暂时搁甲雅玲搁继续搁搞落去，安尼是，恁爸爸嘛袂死去。但你是咧讲什么笑话？都无我较衰讲，甲恁买迄块地吼，袂顶袂动的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该拆甲我拆拆，该清的甲我清清的，再过来讲。拜托，董事长，啊吼，讲迄个尾款钱要互我吼，嘛是你早囝答应啊，吼，啊我吼，我是讲吼，你钱先互我啦，吼，
啊对啦，啊你昨仔囝交代我办的代志吼，我已经有咧进行呢。阮小妹伊有讲啦吼，伊讲卡叔讲吼，伊一世人吼拢袂记啊，伊要出家去做尼姑呢。讲到恁小妹啊，我是一百个，你知影？若毋是为着恁小妹啊，阮查某囝袂甲因离婚退婚啦。来，好啦，你若要爱钱哦，叫恁小妹出来，甲我写一张切契书，保证以后袂甲天林见面，安我钱税互你。无啦，这吼，爸，有道哦，你知影真拄好。啊，你毋是讲迄个吼，迄个土地买款钱要先互我啦？啊，当时就伊即马说，陈先生，借问一下，即摆你小妹还佫有搁天面来往无？无啦，我是吼不爱互因，绝对不爱互因来往呢。啊吼，你甲想看卖啦，一个伫台北吼，啊一个嘉义，伊是要安怎来往？你讲的话，我毋相信。无咯，有错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呢。你甲想看卖咯，我也无领恁的薪水，啊你替恁办代志。我是诚心诚意的呢，无好，我手到。卡叔讲吼，阮小妹若佫有做对不起恁的代志吼，我就去互伊插重视，啊去互伊雷公吼讲死。啊，哎，好啊好啊，你话若讲好，你请你请。当时就，这吼。爸，我请陈先生食饭啦，我有代志要甲伊讲呢。有错，你要请我食饭了？哦，但是吼你请食饭哦，迄真正是我上大当的。多谢多谢。免客气啦。你要做啥物啦？借问一下，你天年手机带伫遮？伊是我的后生啦，请来啉茶，多谢你。啊，咱要倒遐来吼。我是伊的朋友，我按家己来，我叫陈庆芬。你害遐尼凄惨，你搁敢来这个所在找伊，即摆已经家己去找你啊啦。你去家己找我？请你出去，请你转去。啊，廖明，是你。送你。足歹势，大家拢互你咧破费。免再客气啦，我都敢袂输你的亲后生嘞。啊，你是？伊讲伊是家己的，啊，我毋捌你啊。小姐，请问你是？我是陈静芬。是你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虽然讲咱是头一摆见面，也毋过我听过真侪伊的代志，对你应该无算青分。你毋是讲有代志要甲我讲，你就直接讲就好啊。是啦，我甲天人讲，我要约你。你哪安尼讲呢？我毋是咧滚耍笑，尤其即摆看到你，搁加强我要甲天人公平竞争的决心。你甲天宁，敢毋是好朋友嘞？就因为我甲天人是好朋友，所以我才不忍心目睭金金，看伊为着你，毁灭掉伊家己的前途。在拄着你以前，天人本来就真光明前途，一个真爱伊的离婚妻。啊，即摆因老爸死，我相信比任何人搁痛苦。任何勉强的代志，拢袂有好结果。我都唔相信你甲天人勉强的斗阵，恁将来过了幸福快乐。我并无希望会去勉强任何代志。安尼咱两个想法是共款的。妈，我转来啊。你
天天，妈妈，转来。妈，今仔有人来过遐？啊，就刁明来啦，哦，伊敢有讲啥物？无啦来看你啦，伊嘛关心你，咧烦恼啦。啊，天天，啊，你有去公司无？啊，去看看咧，啊，有看到阿玲无？公司我就是啊，搁去创啥？你真想要死头咯？妈，这你熟的？这就是你的嫁囡婆啊！这妈，你留咧用啦，我甲所有的存款拢已经摕伫这个户头啊。你才想要离开？妈妈，我希望你当甲我做伙走。你若是唔甘卖这间厝，就甲厝留咧嘛。只要你欢喜，就搬转来大贵工啊。安尼你讲好唔？刁明即摆在设法，要互天人回心转意。那安尼，我即摆暂时就莫甲伊面对面，甲伊强辩。安怎啦，妈妈？安尼就上理想啊。互妈妈考虑一下好。当然嘛好，我是拢毋捌甲你催过哦。妈，我去甲政府写一个批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。害我为情。